诗篇第135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称赞上主的名。恁这个伫上主的殿在侍奉，伫咱上帝的殿院在侍奉的仆人啊，恁拢着称赞伊，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上主至善，着唱歌学了伊的名，因为伊仁慈。因为上主竞选雅各归属伊家己，经以色列做家己的产业。我知上主伟大，咱的主超越拢总的神明。上主伫天顶甲地上，伫海中甲所有深渊，拢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。伊互云雾对天边海角冲出来，互四若大雨出现，互风对伊的仓库推出来。伊将头上生的埃及人甲前生拢拍死。埃及啊，伊伫恁的中间行神热奇事，对付法老甲伊的人神。伊拍败真侪邦国，拍败强猛的国王，就是阿摩利王、西王甲巴珊王国，征服迦南所有的王国。伊将因的土地，互伊家己的子民，互以色列做产业。上主啊，你的名留到永远。上主啊，万世代的人拢会纪念你，因为上主要为着伊的子民伸冤，要怜悯伊的仆人。外邦的偶像是人的手用银用金所铸造，因有喙袂讲话，有目睭嘛袂看见，有耳孔袂听见，有喙嘛无开。做因的，我靠因的，拢甲因同款。以色列家啊，着称赞上主。阿伦的家啊，着称赞上主；利未的家啊，着称赞上主；敬畏上主的人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上主徛起伫耶路撒冷，愿意对锡安受称赞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